一起来攻读圣经，记载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章12到14节，2章46到47节。我们一起开始来读，请。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愿上帝的话常常在我们的心里。接下来请喜乐诗班献诗，他们要唱的诗歌是主列听。Oh
这个时候要请本堂的主任牧师周牧师来证道。今天的题目是翻转世界的小组。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每次我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口张得越开，你的心就是可以越敞开的。你的心越敞开的时候，你的灵就越敞开。所以我们每次为什么期待大家很大声的可以开口，很自由的来敬拜？因为这是关乎你今天有没有真的遇到神了没有？阿们。你有遇见神了吗？阿们。如果有的话，你就说阿们。感谢主哈，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这位神是喜悦我们来敬拜他的，是喜悦我们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的神。好，话说31年前，当时候呢，直接跳过去哈，因为今天牧师的讲道时间很短哈，快转 ，OK， 我第一次去韩国，是去参加访韩盛会，其实不是算访韩盛会了哈，应该是说，我们寿终中会有办一个到韩国去参观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我们鼎金教会就派了5位长子去参加，那中间有一位就是我，我当时候是当执事，是最年轻的执事哈，31年前嘛哈，蛮年轻的，对不对哈？虽然现在也是很年轻了哈，感谢主哈我们去的时候发现说哇，我们第一个去就是去永乐长老教会。哇，当时候那间教会有2万多人哦，他们礼拜堂那个尖塔，2个尖塔好漂亮哦，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教会。进去的时候，哇，刚好是礼拜6，在插花，他们插满了很多的花，我觉得哇，这是一个荣耀的地方，因为他们把神真的当神在看待。哇，我们就在那里来参观他们所有一切的教会的组织架构等等的哈。第2间教会，我们就去到汝矣岛中央纯福音教会。没想到我去到礼拜堂的时候，我吓一跳，我以为那是打球的地方，因为这是一个远的球场那个感觉嘛哈。整个礼拜堂是像是体育馆一样的哈，这么大，我觉得说哇，真的是大开眼界啊！而且那一天他们特别安排一位会讲中文的牧师来接待我们哦。全程跟我们来说明他们的教会的过去的怎样的一个开始到如今哦。那他告诉我们，他们现在的信徒有60万，哇，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哦，有一间教会的信徒是60万的。我告诉各位，现在是几万？80万以上了哈。当时我就想说，哎呀，这么值得赞美的一间教会。值得渴望的一间教会，竟然可以让我亲眼看到，哇！他就把整个教会的组织架构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做社会福利的工作啊，怎么样做培育的工作，怎么样做服事怎么安排啊？哇！我在那里觉得说，好像距离跟我很远，因为我自己母会150人的教会，然后我来参观60万人的教会，我真的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极大的挑战。然后我感谢主，让我开了眼界，我知道神不只是在圣经里面做神迹奇事，也在每一个时代继续在彰显他的大能。而我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说，教会是属神的，难道他们的神跟我们的神有不太一样吗？但是我的答案是绝对是一样的。所以感谢神，神后来呼召我进入福音的合场，来到我们永光教会。2000年来，2005年我们就开始带领弟兄姐妹到韩国去访韩盛会，连续我们有5年去。但是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再去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带去的时候，他们没有在告诉我们他们的组织架构什么啊，他们的这一些的整个经历是怎么样，没有。他直接就叫我们去祷告山，去那里经历他们一个祷告的动力，而且要禁食7餐，对不对？哇，那
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当然最棒的就是回来就至少瘦2公斤以上，这是额外的恩典哈。那我就在那里想说，难道就这样而已吗？难道就这样而已吗？教会能够如此成长，难道就这样而已吗？后来我们很特别的，就是一个早上，他们就分批的让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家庭细胞小组。哇！原来我才发现，整个纯福音教会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扩展，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在于他们的细胞小组。我们看，白天不是这些先生孩子都去读书上班吗？那这些妇人呢？他们在家里，他们成为家庭主妇，他们不只是担任家庭主妇哦，他们还有一份很神圣的工作，叫做祭司。就是他开放他的家，然后让弟兄姐妹来到他们家以后，他在那里带敬拜，带神的话语，然后带全能的服事，带祷告。他把这一些10几个人集结在他们的家里，成为家庭的祝福，也成为这一些人生命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经历，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整个圣灵的工作汇集在哪里？在细胞小组当中。这一些小组长，他们没有经过神学的训练，但是他们在教会的培育之下，他们懂得怎么样去分享神的话语，懂得怎么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把人的心交给神，交给我们的主。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而且当他知道我是一位牧师的时候，你知道他几乎是跪下来小组长是跪下来迎接我，然后要离开之前，聚会结束之前，一定要我为他们按手祷告。我之所以会感动，就是说，对，他们把信仰当作真的在看待，他们把这一位活的神就活现在他们的生命跟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小组的策略这个，难道就是这样子从这里而开始的吗？没有。重新再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神建立教会的起初所给予的一个策略。这是我们的教会理当重新回来，不断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怎么样建立教会的，会成为我们教会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来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教会，回到圣经里，你会发现一个小组竟然可以翻转世界。我相信当时候这一些小组的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带出的果效到如今2000年以后还在发酵，并且永无止境的会继续影响这个世界，继续翻转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神既然把这样的策略放在圣经里面，叫我们不断去发掘的时候，叫我们不断重复去思想的时候，不但会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会影响我们的社会，更会影响我们的子子孙孙的。最重要的，一定是会影响你，成为一个属神所喜悦的儿女。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体会。我相信会更多的吸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懂得怎么样更敬拜他。所以小组的精髓在哪里？是在彼此之间生命的一种激发这是很棒的。我们看耶稣跟这些门徒聚集的时候，就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的。他说的这是什么？是圣灵嘛，对不对？耶稣就跟门徒讲过了，我若去，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神就差他来。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完成了他的工作以后呢，他回到父那里，坐在大能神宝座的右边，并且他就差派保惠师圣灵到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祈求圣灵，更认识圣灵呢？更渴慕圣灵，领受圣灵，乃是因为这个时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我们的上帝就这样子运行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的敬拜里面，你应该要有深深的体会，圣灵就在我们当中。
他随己意的运行在我们里面，按着我们心里所渴望的，他来。你更渴望，他就更多的恩典流落下来。他的恩膏流落下来的时候，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卑微，而更愿意用谦卑的心来敬拜他。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当中，他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当我们敬拜他，我们的态度会表达我们对他的尊崇到哪里。所以这一切都是彼此我们可以提醒的。我们看，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跟他们说这一些话以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就是升天的那一个山头就叫做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大概有多久？就是安息日可以走的日子的路段。那大概安息日可以走多远呢？大概是1公里以内呢。就是1公里以内。所以他们就聚集回到耶路撒冷，上了一个楼房。他们在那里做什么？我们看，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约开始第一个细胞小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一个小组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徒能够在那里信仰被造就，而且彼此激发激荡，让我们透过信仰有一个共振，而且是向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那个地方会成为我们能够更多影响别人、带领别人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地方。所以不管是主日礼拜或是小组的聚会，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就是在那里聚集，我们就是在那里等候，因为所等候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启发我们，让我们更明白神所应许的跟祝福，在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都要让我们亲身去体现，而且都要确确实实的有所领受，而带着一个祝福回家。阿们。比如说今天大家来，你们就应该有这个渴望，我今天来敬拜主，我是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给我的，而且我要带着神的祝福，我要回到我的禾场里面，继续为他发光，继续为他做见证，这是必然的。我们的小组长同工，你在预备小组聚会的时候，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今天我所预备的，凡来到小组的，他都要领受神的恩典。你要有足够这样的信心，因为神既然把这权柄给牧者，牧者分赐给你们，你们就应该有等同的这样一个权柄，相信你所预备的，透过圣灵帮助你，让你更亲近他，而且你懂得怎么把弟兄姐妹带到主的面前来。如果有小组在聚会的时候讲的是有比较负面批判的话，那我们的同工你就要知道该怎么做，不要把人带到人的面前，那不对的。即使要敬拜主，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都带到主的面前，在他的十字架下，有什么不能饶恕的，有什么不能卸下的，有什么不能胜过的呢？所以愿主帮助我们。牧师特别常常为我们的小组长来祷告，因为你们是牧养你们的小组的这一群，你们经历了牧养的过程，就更懂得体会牧者的心肠。我相信这是耶稣给你们的最大的一个祝福。我期待我们永光教会按着牧师所领受的，人人都渴望成为小组长。阿们。如果你是小组长的，你举手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永光教会的小组长的，对，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隔壁的，这都是神所拣选的，他们在牧养、在关顾、在生养当中，成为神给他们的一个使命跟托付。所以这些人我们都知道，这都是神亲自拣选的。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同工，你经历培育的过程，就要有一个信念：我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当小组长，不是当长老不是当长老，是当小组长。阿们。因为唯有小组长才真的可以落实所谓生命影响生命，才可以让你的生命因着被主吸引，也让人能够 copy 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更显得
完全，因为你要成为榜样，你要成为榜样，真的太棒了！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相信。所以每次聚会都要领受应许跟祝福，阿们。好，牧师有时候会提醒我们，今天礼拜结束的时候，你还没有领受到神给你的应许跟祝福的时候，你就赖着不走，好不好？甚至可以来找牧师说，还没有得着，我就跟你一起，我带你到牧师的预备室里面，一起继续来追求，阿们。我相信这是神喜悦我们，而也是我们来敬拜理所当然神要给我们的礼物，阿们。所以你跟隔壁说，每次聚会都是领受应许与祝福，阿们，阿们。所以呢，要领受应许跟祝福，就要专心哦，对不对？年轻人，对不对？就要专心，对不对？阿们。对，太棒了哦，不然的祝福会从你的指尖流失掉了，那不是很可惜吗？既然把时间摆在这里，你的心全然就归给主吧。神喜悦，神按着他为你所预备的福分，一定会加而又多的赐福给你，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接着，我好像要讲快一点，对不对哈？到底小组的精髓在哪里呢？我们看这里谈到说，这12使徒跟同着几个妇人，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呢。哇，一个都字在那里，对不对？我特别用一个黄色的字让我们看，都的意思是什么？全部的人都同心合意哦，全部的人都同心合意。如果说初代教会所展现的能力跟信心能够成就这样大影响世界的果效的话，乃是因为一个都字，所有的人都同心合意。如果永光教会要展现神给初代教会那种恩膏的话，那我们祈求一个字，都，就是都一起来，都同心合意。如果教会我们看有分裂的感觉，那因为少了一个字，哪一个字？都，就是都而已哈。所以这是让我们能够来体会，如果我们要一起敬拜，我们就同心都一起敬拜；如果我们要祷告要服侍，我们都一起来祷告，一起服侍，那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而这样的一个成就是超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总和，因为神的作为是大过我们每一个人手所能做的一个总和，阿们。愿神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所以所有一切的工作，我说不止属灵的工作，所有一切的工作都从祷告来预备，从祷告开始，也在祷告中来结束。反面来讲，你我就都不要做没经过祷告的事，阿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态度。如果你这件事情还没祷告过，请你还不要做。如果你这件事情还没心里祷告过，你就先不要说，因为你宁可等候圣灵教你明白什么是他所喜悦的，那才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若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并且他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阿们。所以今天我们有100多个人在这里，第2场，那你确信耶稣在我们当中吗？对，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敬拜的唯一的对象就是耶稣，阿们。我们所唯一依靠可以来领受上帝祝福，成为上帝的后赐的，就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如果不经过这十字架，我们何能够来到那荣耀光辉圣洁的上帝面前呢？没有。所以我们感谢主，既然主在我们当中，主掌权在这里，那我们就可以全然的交托，全然的领受，全然放心继续走神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个脚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切要顺利，
祷告就可以。阿们。你跟隔壁说，一切要顺利，祷告就可以。是的，经过祷告以后，我们就懂得怎么抉择，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来做任何的一件事情，这是必要而且是必然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来看一个小组的一个功能是在哪里展现出来呢？这可以让我们来思考咯。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在店里，并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我们在这一段在很简单的在描述初代教会的他们的信徒的聚会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不只在圣殿里面大型的聚会主日礼拜的聚会他们更有在家里的小组的聚会，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吗？哇，到底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说，当他们不管在大型的聚会、小组的聚会的时候，都赞美神，得神的喜悦，也得人的喜悦呢。那既然可以得人喜悦，表示什么？那很多人就会被他们吸引来到主的面前了。所以圣经才会记载到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因为他们已经预备好，器皿预备好，就可以领受恩典进来。器皿预备好，就可以更多加于在器皿身上，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明白，当说耶路撒冷大概有20万的人口，那信奉皈依耶稣基督的大概有10万。圣经记载说，他们在圣殿敬拜以外，还有在家里来擘饼守圣餐，对不对？还有用饭，还一起吃饭呢。那你就想12门徒，如果一家10万嘛如果一个家庭有6个人的话，那大概会有几个家庭？帮我算看看。10万16000个家庭。好，12个人再分16000个家庭，那你想这些使徒，如果他们把这个责任都放在自己的身上，那你想你的家那个门徒什么时候才会去到你家吃饭？可能没有办法去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赵永基牧师他之所以看见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发现，哇，不是这些使徒去每一个家庭带他们，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敬拜守圣餐，不是的，是有很多他们所兴起的小组长，在每一个家庭里面继续来敬拜，继续跟他们在一起，来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牧养的工作跟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告诉我们明白，教会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从福音教会中央如意岛纯友福音教会之所以有80万的信徒，乃是因为他们有6万个细胞小组，分布在首尔的每一个地方。他们每一个礼拜这一些人聚集的可能是6个到12个，但是每一个地方都点燃了一个福音的火，每一个地方就可以照亮整个社区，让整个首尔的地方就被神所大大祝福，就有圣灵的保守在那其中，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在14年前有这样的一个执行，乃是因为我们看见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愿意一起更多的来学习。所以小组长的功能在于什么？因为小组可以产生这样的果效，那因为是小组长，他知道他自己的职分就是祭司，并且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当同工，你可以为人祷告，带领人来祷告，带人敬拜唱诗歌的，你的职分就是祭司的职分。祭司怎么样预备他自己？很简单，从旧约里面你可以去看他们怎么样要洁身，要怎么样穿怎么样的制服。所以牧师总要穿帅帅，
是因为我尊重这个职分，不是我喜欢穿帅。因为我尊重这个职分，我知道，当我来永光教会的时候，第1个礼拜，那时候还传道，我就把头发用得很整齐，穿着西装，李树华长老看到我说：“哇，周传道，我看到你穿这样，哇，真的很棒。”因为我很喜欢这样的态度来敬拜神的牧者，他也激励我说我预备的态度是他所喜悦的。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小时候就被妈妈所教导，我要奉献的钱都是要最新的，不能有折过的。我都会在平常的时候就会有收集新钞票的习惯，不是自己享用，是为了要奉献。所以我每一张，特别在过年前后我最喜欢，因为我可以收集很多新的来备用。到年终的时候，新的就渐渐旧掉了，但是我还有新的。但是你甭想要跟我换，因为我那些是要给神的，你知道吗？奉献小时候就父母就这样的一个教导，让我能够懂得明白，我所敬奉的这一位神，他是配得的。唯有他配的，我可以用全心全意来服侍他、敬拜他。所以这是祭司的一个职分。这是我们所有的小组长所应该要有的态度，阿们。所以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小组长，要尊荣他，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是我们的榜样。他没有完全，但是他一定有神给他的特质，那是神给他的恩赐。我们应该因着他的职分来尊荣他，因为当你尊荣他，你就是尊荣神所高抹的神的使者，你也就是尊荣我们这位神喽，阿们。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来体会。所以我们看赵永基牧师，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细胞小组、家庭小组的领受，他也源于旧约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当时候是60万，是不是？哇，他就按着神的指示来设立10夫长、100夫长、1000夫长，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让他能够更专心来到神面前，来领受神的话语，来成为引导百姓的一个能力跟方向。所以我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在教会当中这样的小组的运作是神所喜悦的。赵牧师他有说小组的运作是把主任牧师的意向传递给组员，又将组员实际的需要带给牧者，这是双向的，这是双向的。所以小组长不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来带，若不然你就自己去开设教会嘛，对不对啊？如果你安得在永光教会之下，那你应该相信永光教会的意向是神给的，透过主任牧师所领受的，就是从神而来，除非你发现他的意向跟圣经有违背，若不然你应该按着主任牧师所领受的从神而来的意向，我们齐心努力，记得要都字哦。如果有一个不都，那可能就是一个破口。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你也应该把组员的需要能够回报给牧者，让牧者懂得怎么样在牧养上更多的预备这些草料，是合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这是双向的，是小组长就站在牧者跟组员信徒的中间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此的话，我相信会帮助我们更明白，原来小组是传递意向的地方，是喂养跟供应的场所，更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合场。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教会继续要推动幸福小组，因为我们过去用了很多的方式，野外礼拜啊、圣诞节庆，我们都用很多方式来思考怎么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感谢主，现在用小组的成为一个布道的策略，那个果效却是我们过去所努力的没有看到的。所以我们谢谢主，在这个时段给我们幸福小组，
那今天我们要启动这样幸福小组的一个布道的工作，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是要都同心合意的，才能够看见果效更彰显在我们当中。所以愿神让我们看见明白，万民皆祭司，这是神透过马丁路德他重新在圣经里面看见而开始启发，而到如今我们是否把这样的一个权柄给他放掉了没有？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求神给我们有看见明白，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主的门徒，或者称为基督徒的，其实你就是一个被拣选的祭司了。因为唯有祭司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来敬拜他，而今天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敞开了这一条路，这又新又活的路是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叫我们走过它就可以进入到至圣所。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直接跟神来祷告。旧约是不行的，但是新约耶稣基督已经献为活祭了。而我们如今感谢主，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不要忘了每天都需要牧师啊帮我祷告好不好？小组长啊拜托你啊为我祷告什么？不，你不要为小组长为你祷告，牧师为你祷告，这是我们乐意的。那你不要忘了你有这样一个特权哦，这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有这样的特权，就是可以直接来到这一位至高真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表达我们内里的需要。其实他早就需要，但是他要你把自己所需的来跟他陈明，并且这个阶段我们常容易做，但另外一个阶段不要忘了，祭司要为别人来代求，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出祝福来，让他的生命可以改变，可以更新，这才是祭司首要的工作。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小组长都是在执行祭司的工作，而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要执行祭司的工作。就在你自己的家里，你工作的禾场，在你的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理所当然要明白，既被拣选，神就分别为圣，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即使这样，不要忘了也带着人来。怎么带着人？就是你为他提名祷告。当你为他提名祷告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你就是把这个人牵着他的手带到耶稣的宝座前，说：耶稣啊，这个人需要什么什么。耶稣啊，祈求你听我的祷告，也听他的祷告，感动他，让他全然紧抓住你。这是我们代祷者在做的工作。不要忘了，你提名祷告就是把他的手牵到主的面前来。那棒不棒？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是我们在分赐，我们可以享受分赐的喜乐的。OK， 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说，我们有翻转世界的小组。来，我们有翻转世界的小组。好，我要讲到这里，其余你们自己看讲道片好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开始来启动今天的这次我们幸福小组的一个启动的一个仪式哈。我们把时间就要交给我们的我们培育的干事哈，我们的怡姐，漂亮的怡姐哈，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她。